講起今日嘅標題，又要先講下5月30號發生喺香港屯門嘅一個血案。呢個胡毆引發嘅血案，導火線係因為老夫少妻嘅感情同錢財糾紛。來自大陸嘅44歲女士因爭取唔到450萬而提出離婚，並於5月30號準備獨自返大陸，而引起個77歲嘅老公用個萬能刀企圖同佢同歸於盡。個老婆頭部就被戒咗幾刀，然後反擊，成個人騎喺個老翁嘅身上，咬到老翁嘅手指骨折，仲將個老翁嘅頭不斷咁冚落個地，而導致頭骨爆裂。個老婆就只係皮外傷，但個老翁目前仲瞓喺醫院，生死未卜㗎。有好多人唔理解點解傷勢重啲嗰個阿伯佢個罪仲重啲嘅呢？因為阿伯有意圖傷人嘅動機，而佢個老婆只係涉及傷人罪。舉個例子啊，如果你行下街，俾人突然間襲擊，你就拎起嘅呢個垃圾桶掟翻佢而令佢受傷，呢個就只係傷人罪。如果你係有預謀嘅埋伏住等佢嚟，然後攞個垃圾桶掟落去，呢個就係意圖傷人罪啦，係有晒動機噶。喺生活上好多時我哋都因為啲小事同人嗌殺或者碰撞，其實真係要忍，唔好意氣用事。喺某個老人院就曾經有個 case，一位93歲嘅婆婆因為糾紛將94歲嘅婆婆推落地，幾日後94歲嘅婆婆喺醫院離世，93歲嘅婆婆就變咗謀殺罪啦。嗱，又講翻呢件事啦，如果嗰個阿伯有乜3長兩短嘅話，個老婆都會變成謀殺罪㗎。